后来乡亲，新冠病毒目前全球的确诊数已经破1500万例，有61万人死亡。离台湾较近的日本甲香港，本地确诊疫情唔那量转来，而且情势愈来愈歹。日本昨增加795例，是疫情爆发以来一天内上最确诊数。香港昨有113件确诊，嘛是单日的新高。全球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，尤其是加州确诊的病例数冲破40万例，正式超过纽约，将做美国上大疫区。拉丁美洲的部分，巴西总统为着新冠病毒第3届采检也是阳性，继续来隔离。因为疫情关系，等有够久啊！美国这帮大联盟总算要开始拍，不过球季球水甲只剩60场的例行赛，而且所有的比赛拢无开放观众入场，因为疫情一直拢压袂落来。尤其是美国人口上济加州，拜日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万9千人。 超过纽约变成全美国上济病例州。So you're certainly seeing that trend line continue to increase. More tests, obviously more positives, but nonetheless, positivity rate continues to go up modestly. 虽然加州确诊数已经超过纽约州，不过就死亡人数来看，纽约州是加州的4倍，排名是全美国第一。目前加州已经决定暂时要解除封锁，佮宣布关闭酒吧、餐厅。 电影院也是博物馆等室内空间。过来看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正在电视用着有争议性的奎宁的药阿妈，这个月7日确诊了后，而佮接受第3摆检验依然是阳性。天气的博索纳罗伫接触支持者的时，佮将这个喙暗扭落来。巴西新增加68000人确诊，这是一天上悬的纪录，总共已经增加到215万人胃着病。 有8万多人往生，这是排伫美国后壁全世界第2大的疫情灾区。